世界上絕對公平，唯一公平嘅嘢就係死亡，其他嘢都冇可能係完全公平嘅。所以話人係唔應該俾自己太大嘅壓力。如果你有米嘅話，你就去嘆世界；冇米嘅話，你就享受你嘅好心情。負面情緒真係好傷身嘅，而呢啲情緒通常都係來源你嘅攀比心理。例如你見到人哋使幾皮嘢買個手袋，好多人忍唔住又想跟住去買，但係呢個其實就係俾物質慾望蒙蔽咗你對眼。奢侈品雖然係賣俾有米嘅人，但係佢哋嘅廣告其實係打俾普羅大眾去睇㗎，咁樣先至可以令到啲有米嘅人有啲嘢可以去晒命啊嘛。而呢個樓價就好大程度上取決於婚姻嘅因素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啲鋼筋水泥點有可能去值幾百萬、幾千萬啦？係咪？真正嘅豪宅唔在於價格嘅高低，而係在於家庭嘅關係。父母健在，夫妻恩愛，仔女孝順，咁樣嘅家庭就算係一房一廳，佢都屬於豪宅。屋咧、車咧、錢咧，只係人生嘅道具，唔應該成為生活嘅壓力同埋你嘅束縛。有句好流行嘅説話係咁樣講，佢話活着就係勝利，賺錢就只係遊戲，健康先至係目的，快樂先係真理。呢句説話唔可以淨係識得背，而係真真正正由個心底去認同。真正嘅富有係體現喺健康嘅身體同埋樂觀嘅心態上高㗎，而唔係俾攀比壓彎咗你條腰，同埋俾時間吹老咗你個樣。以前嘅太陽係曬唔乾今日嘅衫嘅，將來嘅風雨亦都淋濕你依家嘅自己。咁呢個世界上有人當你係童話，亦都有人當你係神話。當然同樣會有人當你係笑話，呢啲都唔重要，因為點樣睇係人哋嘅事，點樣過先至係自己嘅事。就好似花開自然會吸引蝴蝶，當你活得精彩，幸福自然就會嚟敲你個門㗎啦。唔知你認唔認同呢？